喂，Hello，大家好。嗱，你而家應該拎翻份 notes 出嚟先，打翻開第一版。第一版，我哋今日上嘅第一堂就係講翻個專業化。專業化，大家睇翻個定義先啦。佢就話個人、公司、國家及地區都負責自己所擅長嘅工作。嗱，其實呢度你睇個 definition 背咗佢啦。好啦，咁我而家教你一個方法，就係點樣溫埋其他嘢嘅咯。第一，我哋可以望一望翻形式個 part， 分工、公司專業化同埋地區專業化，其實你睇翻，其實有關聯噶吓。嗱，你睇下先，個人、公司、國家及地區，咁咪即係其實係一個嘅工序裏面，其實可以發大嚟搞噶啦。咁所以話國家、地區、公司同埋個人呢，其實呢四樣嘢其實都可以夾為一個叫做一個大嘅 project。所以我哋可以話俾你聽，其實國家、公司、個人同埋地區呢，其實呢四嚿嘢呢，其實可以算係一個大嘅分工嘅。所以咁樣去睇啦，我哋去落分工嗰部分。分工就話多項嘅工序之中，一名工人只要負責其中一項工序。好啦，你而家就係麻煩用一支筆呢，你就 underline 咗自己同埋擅長嘅工作，即係喺嗰個專業化嘅定義裏面。跟住之後攞個箭嘴指住落個分工裏面嗰個工人，一名工人，同埋攞另外一支嘅鉛筆或者鉛筆呢，就係mark翻低負責其中一項工序。咩意思啊？其實嘅意思在於係自己咪即係一個工人咯，自己咪一個單位咯，所以咪即係其實衍生出嚟講，其實個定義可以講話一個工人即係等於負責翻自己嘅工作。自己工作，咩叫自己工作？自己擅長嘅工作，咪即係你自己得一個技能咯。所以我可以冇話俾你聽，擅長嘅工作咪即係等於負責其中一項嘅工序，數啱噶啦。咁即係其實咁樣，如果咁樣 prove 嘅話，即係證明即係呢一個定義其實係包含咗分工噶啦。第二樣，我哋去到公司專業化，就係話某一間嘅公司負責其中一項嘅工序，冇錯，啱噶。嗱，你睇翻一間公司裏面，你最主要都會見到有人事部啦、會計部啦，同埋市場策劃部嘅。點解會有呢三大部分？應該係最 basically 係一定有嘅呢。嗱，人事部一定係掌管人事嘅。人事嘅話，你一定會去請人或者係炒人，都係關人事部事。會計部，一間公司一定有錢銀上嘅瓜葛或者錢銀上嘅交易，所以我哋一定要用會計部呢去繼續呢去計算啊，或者可能話俾公司聽，你嘅可能係你有盈利嘅增長或者盈利嘅放緩啊，可能等等嘅嘢。第三，我哋講到係市場策劃。市場策劃嘅話，既然一間公司一定會生產一啲嘅服務或者一啲嘅產品㗎啦，如果你唔同人講，你淨係齋生產冇用㗎，你唔會令到你間公司會有一個嘅收入嘅最大化，或者甚至係可能係多嘅。所以呢，其實有市場策劃係如何去有效去利用資源去推廣你嘅產品，就係叫市場策劃。所以一間公司專業化，專業在於一定有 basically 一定有人事部、會計部同埋市場策劃部。所以佢話某一間公司負責其中一項嘅工序，啱㗎。其實可能有啲公司，你有聽過咩叫獵頭公司㗎啦？獵頭公司即係話請人嘅人事部啦，會計部有會計師樓啦，市場策劃有啲叫做市場嗰啲嘅宣傳嘅咩套餐啊，咁嗰啲類似將你間公司發到好大嗰啲呢，有啲亦都有啲咁嘅公司嘅。所以話公司專業化其實可以咁講嘅。第三，講到係地區專業化。地區專業化好簡單，例如深水埗一個地區，你平時聽過人，如果你去買布買嗰啲繩頭啊，買嗰啲即係總之係製衣上嘅嘢，如果你去深水埗嘅話呢，一定會揾到嘅。點解啊？佢成條街都係賣嗰啲類似嘅貨品嘅話，如果你揾唔到嘅話，可以去下另一間啦。其實佢哋嗰陣時，你更加會容易去揾到，容易去執到你想要嘅嘢。第二，嗱，你平時你聽過話之前有講過重建嘅灣仔喜帖街啦，
喜帖街之前咪同你講過嚟做啲印刷啊，可能印啲喜帖啊，就係可能印埋啲嗰啲生日卡啊，嗰啲咁嘅卡仔嘅公司都亦都會喺嗰度嘅。如果再講大少少嗱，你如果有讀過地理嘅話，應該會知道有一個叫新資訊科技一課書。資訊科技一課書裏面一定會講到一個地方，就係講個矽谷。矽谷係生產 IT 盛產嘅地方，例如有 Microsoft，例如有HP，有好多嗰啲Intel 呢啲咁嘅大型公司都會喺個進駐嗰度咧進行研究、開發同埋生產嘅。所以如果你話地區資源化，其實都係講話一個地區甚至可能一個國家負責其中一項嘅工序嘅，係咪先？咁去到呢一個嘅 moment 嘅話，我哋就講埋下面嗰 part， 就講到專業化個好處同唔好處啦。目的我唔會講噶啦，目的都係其實我已經打咗出嚟俾你，咁所以呢，我哋淨係講翻下面嗰幾點嘅 points 啦。工多藝術大家都會識噶啦，因為你大家都係只會做同一樣嘅工序，所以呢，你嘅手勢同埋你會知道嗰日生產嗰陣時有邊啲會漏，邊啲會例如邊啲工序嘅步驟，你會可能會 skip 咗或者可能 add 多咗，所以工多藝術自會令到你嘅生產嘅產量一定會提升啦。達成咗目的嘅 B 個 part 產量增加。第二，多做相同嘅工作，令到技術會改進。啱啱先講到，你都知道有例如你可能做一件嘅電腦產品，可能你又覺得有一個步驟可能會可以 skip 咗佢，或者可能呢可以呢喺或者係支持嗰個工序嗰度已經可以加翻上去做，而我哋呢一個嘅工作其實可以減少咗嘅，咁其實咪令到個技術改進啦。其次，例如用整電腦嘅，有陣時可能會用人手嘅裝嵌啊，有陣時會用機器嘅裝嵌，所以令到呢個技術呢會改進嘅。第三樣啦，我哋講到話分為較少嘅工序容易監督，啱啱都想講到，若果我依覺得一個工序應該擺喺前面嘅話，咁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假設，若果件物件真係出現有問題嘅話，你好容易去揾翻你嗰個工序整嗰個人去算賬，甚至可能叫佢話作出改善啊，作出其他嘅方法去監督，所以會減少咗嗰個 mistake， 減少咗嗰個出錯率嘅。所以若果真係要發現咗，我哋都會進行補救同埋或者改善嘅措施。數呢三個 point， 如果你喺會考度考嘅話，一定冇問題嘅。所以其實呢三點加埋上嚟呢，其實都仲有一個 point 可以寫嘅，可以衍生翻出嚟嘅，就係講到個 production cost 嗰個生產成本個價錢會跌咗啊！阿 Sir 唔係咩？你啱啱先話到話可能用機器嘅改造，可能要用人嘅裝嵌，可能啲成本會高咗嘅喎。點解會生產成本會低咗呢？因為由於你喺生產嘅過程裏面，你可以運用機器而代替人手噶嘛，所以可能一部機器可能代替10個人，或者可能一個機器甚至可能代替10000個人，所以可能或者你間公司一部機器已經可以搞掂晒你成間公司嘅運作嘅話，咁所以你就自然令到你嘅整體上個 production cost 會減低，會從而令到你嗰件物件生產出嚟嘅價錢會減低，所以就令到你嘅競爭力會上升噶啦。跟住之後講到第嗰個唔好處嘅咯，咁既然呢個其實係 refer 翻第一個 point 好處嘅第一個 point 嘅後果嚟嘅，例如多做相同嘅工序會令到工作沉悶，例如好似你可能去到酒樓嗰陣時，你見到啲 waiter 咧係 check 咁轉，若果你真係同時間可能分門別類，你拎西餐，你拎中餐，你拎法式西多士嘅。分晒咁樣個，你有嘢做時就話好啫，你冇嘢做嗰時就大碌啦。好，所以呢個工作你就會覺得會好沉悶。但係跟住之後呢個就 refer 翻第三個 point， 即係好處嘅第三個 point 就話一旦出現咗問題，其他工作就會受連。係啊，啱啱你講到聽到我講到話可以喺下一個 step 嗰度發現或者補救。若果生產出咗去個市場度，俾人發現咗而投訴嘅話，你嗰陣時嘅問題，其他工序更加會受牽連，例如可能會令到個 quality 唔好，或者可能令到個公司盈利唔好，所以就係咁簡單。嗱，而家搞掂咗一 part 之後，下個禮拜再聽過。